所以話啦，太瘦都未必係好事啊！最近頻繁刷到個視頻啊，哈爾濱有個300斤嘅小仙女喺12樓跳落嚟，最後竟然冇事。嗱，我查咗下咧，呢件事應該係發生喺2022年嘅事啦，而且唔係12樓，而係15樓啊。不過咧就冇啲博主講得咁誇張咧，咩只係少少嘅輕微骨折啊，去醫院途中嘅人仲係有清醒嘅意識啊，呢啲等等，純屬咧就喧嘩取寵、誇大事實博眼球嘅。不過呢個小仙女最後救翻，卻係鐵打嘅事實。15樓嘅高度少講啊，都有40幾米啦。按照重力加速度9.8米每秒平方嚟計，正常落地嗰下應該有成100公里嘅時速啊！以呢個速度撞落個水泥地度，正常啊都凶多吉少啦，係嘛？咁點解呢個肥妹仔最後可以救翻呢？原來好彩嘅係佢喺半空中咧係先撞爛咗一條空調嘅外掛機，最後再踏落一部大眾邁騰嗰度。空調外機產生嘅阻力，加埋邁騰車鐵皮同埋擋風玻璃嘅緩衝，最關鍵咧係肥妹仔身上嘅嗰啲肉啊，3樣嘢形成咗呢個奇蹟嘅救命護盾。其實呢個女仔最後喺醫院唔單止係骨折，仲有內臟受損，係入咗 ICU， 治療費高達50萬嘅。但係可以生存落嚟，卻係事實。不過呢件事令人最意外嘅，居然係呢個邁騰嘅車主，佢返到屋企一睇，原來被撞爛嘅空調外機啊，都係佢屋企嘅。跳樓肥妹最後奇蹟生還嘅幸運，同埋邁騰車主 double Q 嘅黑仔，形成咗強烈嘅對比。對於呢件事，就有網友話啦，原來脂肪唔係累贅，係行走嘅安全氣囊啊！關鍵時刻仲可以保命添。所以各位靚女，有適當嘅肉可能真係一種福氣嚟嘅。泰豐揾到飯，包你唔使煩。